农历过年前，各大传统市场拢出现不少菜卖年货、年菜年调，为了确保绩效透明化，偏偏有业者借时机来起价。市场有一条一透早伫经发、卫生等相关局处陪同，就前往水仙间市场进行联合稽查。市场发现部分蔬果受顶一波寒流的冲击，以及猪肉需求量较大等原因，绩效小可有波动。不过，甲去年同期比较起来，物价也算平稳，并无伤大变化。快要过年了哈，所以说各地的物价开始，大家会觉得随着年节的季节性会有上涨，但是因为这次又有这个进口猪肉的影响，我们还是希望说。国内的消费还是要维持在一个稳定，但是要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因为这一年来，坦白讲，从2020到2021这一年来应该没有外国的观光客来。没有外国的观光客来，其实消费人口并没有增加，的情况下，我想物价维持稳定，产销秩序和平稳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常态。当然，这摆市府联合稽查重点除了物价以外，市场防疫卫生工作嘛是焦点。市府表示，这部分一直都无放松，持续来宣导，欢迎民众到市场安心采买年菜。今日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